山四季二水跑水节启动仪式开始起跑。跑水节赞，露出我们非常好的微笑。再次非常欢迎所有贵宾到现场领纸票，一起来做起跑喽！那是不是再给我们热情的掌声呢？哇，真的是啊，拿着二水呢最具有农特产的产品当中啊，也是最有行销力的，让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看到二水在地农特产。李水乡举办咱的这个跑水季哦，那这个是我们国际型的一个活动哦，那2号、3号呢活动都非常精彩。那它也是八宝郡呢开郡呢300周年庆哦。那我们呢今年的主题是透过我们庆祝八宝郡的这个300年来做一系列的活动。除了开幕式之外，我们有一个非常慎重的一个祭祀活动。那今年呢公所也非常慎重，出动了300个我们的老中青啊，在欢迎我们所有的乡亲。那也欢迎我们乡亲哦，因为二水地区确实是停车比较不方便，大家可以坐我们的火车在二水火车站下车，或者从集集来到源泉火车那个火车站下车哦。那你只要1号、2号、3号凭着你二水的这个火车站票，再加5张的这个发票啊，你就可以换一个我们非常好又香的白柚哈。那除此之外，这个也是唯一可以让你利用这段时间下我们八宝郡去试着这个体验一下跑步的一个这个好的一个场域哦。那我们呢3号的这个八宝郡的这个二水的跑水节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哦。那我们的公所也很贴心，这2天呢也开放给大家一起来这个试着看这个跑水的一个感觉。那除此之外，我们有非常多的年轻人回来做了相关的这个布景哦，那也有很多的社区，包括我们的青农农产品都会在这边迎接大家，所以欢迎我们的乡亲哦，争水水来遭罪，那一起来体验我们二水好山好水好人情的这个跑水季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邀请我们全国的乡亲好朋友在11月2号、3号2天，能够一起来到我们的二水乡来参加这么一个有意义、有特别的一个活动哈。咱假规矩拜树头这活动已经做10几年哈。那今年是比较特别，已经300年的一个开郡所以做一个感恩3次祭哈。那欢迎全国的乡亲一起来体验跑水我们这一个系列的活动绝对会让全国的乡亲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乡长，我们听说晚会也非常精彩，跟大家也邀请一下吧。11月2号的晚上，我们有一个志工的一个晚会那内容相当的丰富也邀请我们全国好朋友能够有时间来体验一下我们所有的一系列的活动谢谢。打卡活动那总共它有十几个点嘛那你13个点，你只要8个点那你就送礼物我们今年都这个大相送了那几点就有送了然后呢，你呢只要1、2、3号有车票来到二水，再拿5张发票，就送你1颗